即係我由18年去到而家學咗好多嘢啊，見過好多運動員啦。我亦都會久唔久見到 Cedric 嘅表演啦，或者即係見到其他拉丁舞運動員嘅表演咧，我亦都會去諗其實拉丁舞同其他運動係咪即係咁大分別咧？訓練拉丁舞運動員身上所學到嘅一啲概念、一啲觀察，其實對於我教其他運動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咧？咁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話 OK， 拉丁舞係好講你動作嗰個質量嘅，整體個人個流暢性啊，你嘅重心轉移做得好唔好啊，你同你 partner 嘅一啲張力嘅交換啊等等咧，其實亦都好影響你整體你出嚟嗰個俾人嗰個觀感，即係觀察你嘅動作上嘅觀感。咁就會諗啦，喂，咁呢啲嘢其實係咪可以擺到落去踢波啊，或者打籃球啊，或者係羽毛球身上咧？跟住我就會諗起一個 terms 咧，就係跑步咧有個東西叫做 running economy， 即係跑步經濟性。呢件事咧好 scientific 嘅。你跑1公里，每公里你嘅耗氧量係幾多？咁即係話理論上就係你個動作越流暢越好，你所耗嘅氧氣應該就相對越少啦。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呢樣嘢。咁你有跑步經濟性，咁其實你有跳舞經濟性，或者有其他運動嘅經濟性噶嘛。咁喺呢一樣嘢咧，咁我就會開始諗其實如果我將人體嘅動作所有關節都係咁樣，呢個概念可以擺喺拉丁舞度，我就可以擺喺其他運動嗰度。咁就久而久之就會令到我去諗，我究竟係點樣可以幫我嘅運動員喐得更好，而唔係淨係講佢越大力越好，越大力係會越好，但係只會提升到某個層次。爆發力越大越好，都只係提升到某個 level， 你心肺都係啦。咁慢慢去到某個程度就係其實去到你都係講你嘅動作質量如何咯。